每年嘅農曆8月16至20，位於新界嘅東涌鄉就會熱鬧起嚟。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節日，係一場被列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，融合信仰、文化以及廣受市民與遊客們歡迎嘅盛典。東涌侯王寶誕。侯王係東涌鄉嘅守護神，所以每逢寶誕，籌備工作鄉民們都親力親為，神棚、貢品、福品，一絲不苟，誠意滿滿，體現出鄉民嘅敬神之誠，齊心協力將新界獨有嘅傳統文化發揚光大。賀誕正日，一眾來賓為賀誕打開序幕。東涌鄉水陸居民世代係信奉侯王。侯王寶誕唔單止係東涌一年一度嘅盛事，更加係承載咗深厚嘅歷史傳統同埋集體記憶。一年數日嘅精彩活動，都表達咗對侯王嘅虔誠敬意。最精彩嘅部分莫過於龍獅匯聚，鄉民舞龍舞獅，鑼鼓聲響徹雲霄，現場人頭湧湧，遊客們高舉相機，年輕人熱情投入，喺傳統與現代交融之間，為節日添上活力與朝氣。而慶祝活動一路持續到夜色漸濃，熱鬧程度有增無減。夜晚上演嘅神功戲更加係重頭戲，市民與遊客扶老攜幼嚟到戲棚前睇戲。戲台上演嘅係忠義故事，戲台下睇嘅係文化底蘊。而賀誕唔單止能夠凝聚各鄉村嘅村民，增加社區歸屬感，更展現出新界鄉民嘅一份團結。鄉民們圍坐聚餐，食嘅係味道，感受嘅係團圓。競投福品係鄉民最期待嘅環節，大家爭相競投，搶得心頭好，寓意來年好運滾滾來。侯王寶誕係東涌嘅記憶、習俗嘅延續，亦都係傳統文化嘅弘揚，深刻呈現新界文化嘅多樣性，以及社區中珍貴嘅人文風貌。